乡亲大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号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雄竹。正式开始，咱来看好消息。咱台湾队伫咧 U18世界杯棒球比赛摕到世界冠军，靠咱的先发投手伊谦到6.2局无失分，加上关键的打击都具发挥，以2-1拍赢美国。世界乡亲，咱做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高等大学去年亚述斯里兰卡外籍学生非法做散工，即马互教育部查出案挂案，共有36个推广教育学分班的学生，无经过合法的招生证书，安尼即马司法的仍在做调查，若真正有影，就会来撤销学费。来看《苹果日报》，民进党籍的新北市6连霸机关高敏惠，洪检举利用亲戚朋友做人头，偷保助理费，检调约谈伊，也有伊的助理，拢总11个人。昨昏高敏惠以涉贪红收押禁见。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伫网络公布托养中心甲托养人员的黑名单，拍开网页就当直接查到一间有问题，倒一个义务有案底。按2012年了后的有问题的，即马拢有资料。继续关心2017年开始，咱的健保收支就出问题，今年底可能会扩大到400亿，这是10年来了上济一档。即马有风声讲，2021年健保费要调悬，若无就袂堪食，也毋过健保署有讲，即马也袂确定。因为2016年健保费甲补充保费双双来调降，根据健保署统计，对2017年迄年起，健保当年收支就开始出现不足，有估今年底扩大到400亿，将是近10年来单年上大赤字。即阵传出2021年会有起健保费压力。目前为止，我们手上有的安全准备金的部分还有1950亿左右，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整个的部分呢，还是要等到时候当一年的前一年的部分呢，要看医疗费用全部的金额是多少，然后才会来谈费率调不调整。健保署强调，首要工作是执行，对推动云端药力加检验调阅平台了后，已经减少11亿1千万的重复用药，加9亿6千万的检查费用。希望这药效用逐年扩大，到最后卖来起健保费。不过，医界团体认为，推动加户总所得健保收费制度，采集一家的所有收入，临时现行，敢若以个人薪水为主，这是健保应该改革方向。普通保费能逃的、能够拆账的，大家的手法越来越高明，那其实也收不到。此薪水足的，反而保费的费率又得要调高，那很多资本利得的、包租公各种有很多业外收入的，他其实也都不会被扣到健保费。医界回讲，现行制度对着固定薪水的人甲多管束家庭是无公平的。健保制度若是爱永续，互资源具备充足性甲稳定性。才法度改善医护人员伤过操劳的问题，互更加多新药、新科技继续纳入健保，来促进医疗品质。记者综合报道。9月7日明仔是世界的自杀防治日。卫福部统计讲，咱台湾这几档自杀的人数，整体来讲有下降的趋势。但个24岁以下的少年人自杀的也是真悬，一年有7000多件。专家就认为讲，这甲校园霸凌、网络霸凌应该有地带。2016来宣誓推动网络安全预防自杀。9月19日是世界自杀防治日，台湾自杀防治协会配合公布近年来推动的自杀防治工作。其中，咱国自杀人数对2006年上最4400多人，经过自杀防治工作努力，近年来整体下降到3800多人。不过，24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通报率依然真悬，在去年统计人数有7000多件。每一天会有20位青少年有自杀的行为，严重被送医。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分享，在高三的时阵拄到动物自杀的亲身的经历，和老师甲学生遭受打击，却是也唔敢去问。那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说，那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就
一个结打不开，就这样子走了呢？自杀防治中心指出，自杀是多层因素造成，青少年在学校内底受到欺负，也搁伫网络上受欺负，值得注意。也搁有精神科医师指出，真侪家长因为对自杀甲抑郁症无了解，也不爱互有自杀倾向的囡仔积极接受辅导。对自杀这个名词哈，大家会觉得难以启齿，想说我们谈到自杀会不会诱发起研究？大概发现哈，这个谈到自杀其实并不会增加这个他的自杀风险，反而让你更了解他。今年5月31号，自杀防治法三读通过，强化通报机制。另外，若是媒体无适当来报道自杀的新闻，也是讲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应罚10万到1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丰原丰典里应自写庙会闹热，烟火啊、炮啊是放个半暝，吵架袂困的。台中市的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拢有去现场，嘛开出超过40张罚单。庙会条件活动放高空烟火，拢是烟雾做引插人。遥景队伍沿着丰原市区自6号就开始庆祝活动。顶头来自全国各地人的轮流上阵，来到电信路的宫庙前，佫开始放起成堆的烟火，一放就是7分钟。附近民众是受气，唔敢讲。八条拢中跑啊，安尼，喂，你恐怖，规大头拉裤安尼放的乌烟，做迄红的、青的，去看你跑啊！当地里长表示，其实这几天一直拢甲强庙沟通，也毋过对方拢唔听劝。7号半暝到8号的透早，警方、消防也个环保局的人拢来呀，路边也是控制袂掉。整个丰原的话，方圆10公里都还能听到它的声音，还可以看到它的烟火。那么多的鞭炮，你如果发生之后把它全部没收之后，我们是怕这些年轻的朋友，我是怕会有冲突。台中丰原天主社为了庆祝关圣帝君入会安祖3年，自6号开始连续2天举办绕境活动。对周边邻里细数的群众，庙方表示，因是在关北条顶头。对迄个丰原市区的百姓者吼，较适合些。迄炮叫买较少的，啊，因落来，路线就炮愈买愈多，啊无放啊佫袂使啊，迄信徒拢算外地来行愿的安尼。市场庙会绕境违反了环保的噪音管制法、消防的炮火烟火管制条例，以及警方开出的违反道交条例、并排停车甲社会法等，总计超过40张的罚单，相关恐惊面临43万以上的罚款。庙方表示失礼，也愿意全数交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这2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有变较稳定，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的天气，只有在南部、东南部天乌有局部短暂阵雨。咱来看云图，按云图顶头会当看到风台发生，目前往日本去，所以这2天有要去日本的乡亲，爱特别注意。另外，大家上界关心中秋3天连续假期，敢有风台的来乱？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受一个低气压，当地发展有机会变风台，有可能讲会影响咱中秋的天气，会开始落雨。咱中秋若要看月娘，机会就较无。那今仔日咱台湾的天气拢是稳定的，高温大约是在32度到35度。头拄讲到第15号的风台发生，透早4点外，一定伫日本的关东定律风真透，风速破纪录。根据 NHK 报道，拄啊伫咧成田机场有测到破纪录的上大风速。咱来看画面，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的后壁湖海域，是垦丁国家公园的保育示范区。虽然这是公家的，也毋过当地的唱水业者自发性去成本数。影响上界济，就是游客乌白蛋的树干甲粉丝。大家手下拢摕着叶仔甲粪扫袋啊，伫海边伫捡粪扫。屏东后壁湖唱水业者发起当地净海保已经15年啊，今年1月到即阵已经进行39摆啊，捡回3.8吨的粪扫。最多的垃圾数量呢，就是我们的吸管。那吸管相较于去年来说，已经足多了6倍的量。甲粪扫分类，除了过去定来看的塑胶片，也佫有塑胶管啊，即个海漂的粪扫，而且发现塑胶树干甲粪扫今年比例拢更加提悬，研判大部分是游客乱献的。
伫南湾甲白沙湾一摆前海埔就发到清出上千的粉丝。这个海滩已经是我们很常去的一个海滩了，可是隔了1-2个礼拜，我们再去进滩的时候，竟然还是可以捡到这么多的瓶盖跟吸管，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后壁河海溪也是垦丁国家公园保育示范区，业者建议挖掘海埔加设粪扫桶，因减少粪扫陷到海内底。也毋过垦管处依照过去的经验评估，效果可能无好。垃圾桶设的越多，那其实游客就不会把他的垃圾带离开，然后就会在垃圾桶里面，甚至于周边就会变成是一个脏乱的来源。垦管处讲，若是烟花来处地，人力成本也真悬，会评估多多设置宣导设施，也继续甲民间合作推动清理海埔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南回公路拓宽工程分段施工已经做要好啊，将这路段会变4线道，安尼较好驶，也毋过车速嘛可能会变紧，惊车速紧，车祸就多，所以当地警方按算要伫迄个所在抓超速。拍开谷歌地图，伫南回公路上出现一个3眼镭射提款机的地名，民众看了也真好奇。3眼镭射提款机什么意思啊？应该是测速照相机吧。这个地点是伫南回公路425公里大溪滨水道附近，因为南回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拓宽成4线道，车速提升，也毋过嘛较会发生交通事故。台府警分局特别伫南回公路规划移动式超速处理勤务，使用新式镭射测速枪，测速距离上远会当到3公里，因为测速枪有3个镜头，像3粒目睭。所以被处理过的民众改叫做3眼镭射提款机，并且表示伫网络地图上。不过警方表示，安尼颠倒会引起用路人开车卖超速。经过本立肇事路段更能提醒大家民众减速慢行。南回公路大部分的路段速限是60至70公里。台南县警察局统计，这个测速地点去年已经开出1500张超速的罚单。警方呼吁用路人爱注意南回公路行车速限，细离开车。记者综合报道。电动机车即马愈来愈有效，咱政府嘛继续办说明会去辅导转型。记者行是讲，电动机车是未来的趋势，伊嘛真愿意买，也毋过希望政府加开课、加补助。国内电动机车的数量这2年明显成长，去年卖出86000多台，目前已经占整体机车销售量的1成。面对电动机车成长，传统机车行无反对转型，嘛欢喜看到政府辅导，但依然希望补助会当继续。你感觉政府真的配套敢有够？当然是无啥够啦，会当讲这个政府啊，以后对这个电动车阁继续来补助啊。蔡政府打算2035年推出禁卖燃油机车政策，全台湾2万多间的机车行面对着转型的挑战。下早经济部来到新北市举行说明会，表示会全力协助业者。电动汽车大部分都是电子化，像这一次有增加一些课程，那这个课程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注意。降低机车制造空污环保署第一优先，嘛是要推动2型电机车汰换。有估到年底剩450万台，不过补助车数定到今年年底，但继续补贴机车行一车500块。我们从400多万辆一路减下来，那这一块能够淘汰的话，尽量让它淘汰，因为它基本上造成空气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目前全台湾有将近1400万台机车，环保署表示会继续来补助电动车甲污染搁较低7期机车。经济部除了开课程，搁会提供价利的贷款甲利息补贴，协助传统机车行来转型。记者林正梅、王庭中新北报道。睇大车片来看，咱台湾羽毛球的选手周天成昨昏伫台北的羽毛球公开赛，伫咱台湾主场替台湾捞倒来男子单打的冠军。前几场其实已经把自己的韧性给打出来了，所以在今天打的过程中，我面对对手，我还是一样可以忍得住气，沉得住气，然后去守下每一颗球。这场冠军战伫小巨蛋，有正万的球迷去看比赛。咱总统蔡英文嘛有去加油，嘛有去现场。周天成尾也有顺利摕到冠军，把奖杯留在咱台湾。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周天成，只开37分钟就摕到冠军，以防继续保持来迎战明年的东京奥运。
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英国保守党内阁内底少数主张留伫后面的官员安博鲁德嘛辞职，在野党工党就讲，这代表张森政府内部无共心。英国就业甲退休保障大臣安博鲁德伫辞职批内底写着，伊未阁相信有协议脱欧是当前政府的主要目标。3号行行院投票过程，21位倒向在野阵营，对硬脱欧投反对票的议员做着开除党籍一事，搁较是对正派形势甲民主的一大侮辱，伊无法度无重视。除了失去阁员职位之外，鲁德同时也阁放弃伊伫国会中保守党议员资格。未来国会若讲解散，伊将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遭到强生开除党籍无正常了无党籍议员的格里夫，7号接受访问的时阵，伊无法无天形容首相强生。I'm appalled that a Prime Minister, a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who says he's a Conservative, should be behaving in this fashion. We're a party that upholds the rule of law, upholds our Constitution. He'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trash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he now says, apparently, he would break the law. This is just, it is actually ridiculous, it's shaming. 甲格里夫同齐被开除党籍的有50年资历被冠上下议院之父称号的肯克拉克议员，捌担任过2任财政大臣的哈蒙德，以及前首相丘吉尔外孙有37年资历的苏姆斯议员。Can you make a promise today to the British public that you will not go back to Brussels and ask for another delay to Brexit? Yes. And sorry. I can. And would you I'd rather be dead in a ditch. 强生的做法连家己的亲弟弟拢无法度接受，5号以伫家庭亲情甲国家利益的分裂夹杀之下，心生冷忝为理由，宣布失去内阁科学甲大学大臣以及国会议员的职位。7号伦敦市中心组织了几百名的示威者，要求强生落台。记者综合报道。马达加斯加禁止负责人去提囡仔，而且上当会判10年徒刑。就算互性侵，嘛爱甲囡仔生落来。这部合理的规定，造成无牌医生讲提囡仔这款手术死价拢有，平均一天有3个负责人因为安尼无命。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花园内面，藏一位妈妈天大的秘密，化名号做维拉仙娜的妇女，在咧遮藏8个囡仔的遗体，这拢是去互伊摕掉的囡仔，其中还佫包括一个7个月大的查山婴啊。Once the baby was out, the midwife put it in a bag. It carried on moving for 10 minutes, and then it stopped. 维拉仙娜已经是6个囡仔的妈妈，伊常常去互因翁性侵，伊惊伊若是反抗，性命就会休去。结果即阵却无法律会使甲伊保障，互伊毋免去互因翁凌迟。When he needs me for sex at any time,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sleep with him, because if I refuse, he will kill me. 在咧马达加斯加，甲囡仔摕掉是违法的，上重会使判10年。就算讲受到性侵的妇女也同款。维拉仙娜会使用避孕措施，不过甲医生约时间就要规半工的时间，所以会影响到工课。伊即阵搁伫咧长途，敢要去避孕呢？ I don't have time to go see a doctor. I'd have to stop working to go and be prescribed the family planning. And if I do that, I might lose my job. 马达加斯加大体倡议团体尼菲纳康加表示，当地1/4的妇女拢伫咧违法而且无安全的环境，甲囡仔摕掉，因常常因为血流伤过济，怎造成性命威胁。啊，替因动手术的医生常常拢是无牌的，像这个无愿意透露身份的 Lucy， 就是退休的护士。We have to get to the cervix. If it's closed, we use this one. It's very painful for them. 2017年，马达加斯加国会否决打胎倡议团体所提出的打胎合法化提案。除了民族信仰，基督宗教在这个国家也真有分量，所以教宗有真大的影响力。游说的团体相信，只要梵蒂冈的立场转变，就会使让马达加斯加的法令有更细的空间。If the Pope doesn't like abortion, then his daughter shouldn't be able to have one. Oh, wait, he doesn't have a daughter. If he doesn't like it, then his wife shouldn't be able to have one. Oh, wait, he doesn't have a wife. So why are we letting someone who doesn't have a uterus, a daughter, or a wife dictate what women should do? 即阵在马达加斯加，平均每一天就有3个富人人因为非法的人工流产手术断过往，啊，这个情形暂时无解决方法。记者综合报道。
航太科技发展进入宇宙的生活，毋是梦想。西班牙有业者伫一位天然的洞内底起一个科学实验室，嘛甲这空内底环境打造成亲像火星的环境，模拟咱人伫火星的生活。乘太空人装备行过高山，拍开这个门，都亲像是到火星。这是西班牙企业 Astroland 跟西班牙政府新设局合作，伫北部城市坎塔布里亚阿里东多一个房坑做模拟出来环境。I feel absolutely great. It was a super great experience to be on Mars for 4 days. We were in a cave now, and then we always had those great moments every day where you went on an EVA. It's called an extravehicular activity, where you go out of the habitat where we were sleeping in, and then you were going out in the cave, and it just looked like Mars. 1.5公里、60公尺宽的房坑有科学实验室，参加体检的人需要参加26天的线上课程，加3天的强化体能训练。课程内容是5回10式，包括防空冒险、攀岩、心理学甲正视笔，嘛会训练对抗低温、辐射管甲这些重量情形，互参加的人会当学到真侪生存能力，袂当体验特别的环境。Una aventura, sinceramente, algo totalmente diferente de lo que puedes encontrar fuera en el día a día. Es una experiencia que te saca totalmente de tu zona de confort, estás totalmente en otro mundo, digamos, y tienes que adecuarte, la mentalidad cambiarla y el día a día hacerlo diferente de lo que sería fuera. Entonces, realmente es otro mundo. 这是目前全球已当接受非专业人士宇宙体检活动，每一摆会当接受10个体检成员，入去房坑生活4天3暝。假是火星体检要卖少钱，要6600块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207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人流行食菜无食肉，每8个人内底就一个是食菜人。顶礼拜伫伦敦有一场美食博览会，按凉水、点心到料理，拢总是素食的，而且青草阁好食。5回10色的好食面，互人看到嘴软插插的。总铺师亦伫现场祝福民众试食。伦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连续第20年举办特色美食的博览会，这一直拢是创新食品也有饮料的重要发表平台。It's completely innovative. So we essentially introduced a brand new product category entirely to the drinks trade. People have been drinking Irish coffees for years, so why not alcoholic tea? 2个位纽卡斯尔大学的毕业生透过无资平台杀出3种有假酒精的茶，这个灵感包括为英国伯爵茶配琴酒、摩洛哥薄荷绿茶配加勒比白兰姆酒，也搁有乌龙茶配苏格兰威士忌所来。这场博览会也有真侪纯素主义的好食面来参展，即阵也搁向高端食品来发展。I think that veganism is getting big enough now that you can have a luxury segment within it, or maybe not even quite yet, but it's definitely going that way. You've got sections to the vegan food market that are more about raw foods and health foods,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vegan junk food that's coming onto the market, which people love. 除了提供有路的好食面，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把食物做成冷冻包装的料理包，让人随口开就使随食。人讲的纯素主义，其实就是用的甲食的拢袂使出现动物的原料，因为人类袂使因为要得到食物，转而去侵害动物。纯素主义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所以包装业者带来一款会使代替保鲜膜的产品。Bumble wrap is a product to replace cling film. So it's all natural. It's made using cotton, beeswax, jojoba oil and some tree resin. And it has this amazing property of keeping food fresh, but also being able to cover food really well in the kitchen or on the go. 成分完全天然，而且可以使去互生物分解，和纯素主义的环保理念同款。不过专家也提醒，食纯素食的人一定要确保食材的营养有够，才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皮拉提斯是一种新的健身方式。伫英国苏格兰有一个老师，伊请细只山羊仔来斗教，互羊仔囝踏在校园的脚车坪，古锥的模样，看落互人心花开。皮拉提斯上课咯，学生对着老师做动作，古锥山羊做到行来行去，第感动。为着训练核心肌群，学生做平板体方式。山羊跳起逐个脚车坪，当作是桥共款行来行去。山羊差不多15公斤，这么重，都体核心训练增加一个强度。
为了保持平衡，莫受伤，都爱出更加侪力，健康好势。 And I think as someone that enjoys Pilates, I found it a lot more difficult. It really worked my core because when they jump on top of you as well, you can't keep your balance. And they're just so cute. And then when you go into the position, you've got a little goat to touch or it might jump on your back. It was hilarious. 比起静脉训练，这个课程好处是甲动物斗阵，互心灵会当放轻松。皮拉提斯老师保罗伫参观美国山羊皮拉提斯课了后，登去苏格兰法夫区这个农场开课，4个月以来有真侪人学了。伊讲山羊平常时拢闭伫个精远农声，看到学生来，就会欢喜走过来，亲像嘛咧等待上课。啊，若学生上课之前会先甲山羊互动。 了解因无共款的兴趣甲性地。 We've got kind of the animal therapy benefits going on. So when you pet an animal, you release endorphins, which make you feel good. So most people come away from the class feeling just really happy and joyful. 伫上课之前甲下课了后，拢会洗手，避免互相喂着病菌。山羊头壳顶的角嘛先包起来，才袂无细里受伤。照顾山羊的大学生麦凯嘛是固定的学生。 伊讲家己肩胛头酸痛时阵，山羊打过特别有俩零舒适的感觉。伊感觉这比一般关伫城市健身房内底做运动好真济。It's not just all sweat and pain. It's 山羊皮拉提斯课程拢伫逐日休困时阵上课，爱提早有约。课程结束了后，学生会当去农场伫花园内底啉茶，继续享受甲动物互动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 今头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总统蔡英文要拼2020连任，伊的竞选口号 Let's Win 发出2020，咱台湾爱赢。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毋但有事件的风波，伊继续批评总统蔡英文，讲蔡英文无要甲黄之锋见面，成为蔡英文的民调权。 总统蔡英文以录影方式伫美国吉邦大联名大都会台湾而出现，介绍台湾文化甲介绍开球嘉宾蔡家，也受到现场侨胞热烈欢迎。蔡总统拼连任，今马2020竞选口号也出来，画出2020台湾要赢 ，Let's Win， 毋但赢得国际认同，更较要赢得人民的肯定。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啊，赢得2020的大选啊，那继续能够为台湾来贡献、来服务啊。那更重要的是台湾要赢。 蔡英文拜六连续伫中部走行程，显现对中部选情的重视。配合到南投二月谈实地走访甲店家互动，力推观光。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军方买 M1A2 战车是要拍巷仔战，也做出反击。也希望政治人物啊，在评论像军事这样的专业的议题的时候，也更要谨慎哦。M1A2 是有它的战略的考量。 蔡英文呼吁政治人物爱讲话相对谨慎，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近来若有4样风波，一个一直压了。7号暗时讲，蔡总统毋变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是因为民调权，因为两化政策爱有一致性。不管是两岸或对香港的，还是要维持政策一致性，不然到时候会更麻烦，会更难收拾。 郭文哲再度将炮火对准蔡英文，不过认为家己毋是一直批评民进党，而是因为今马是执政党。若果是国民党，也照开不误。对郭台铭传出中秋节后参选消息是无假讲，表示家己也无收到冰水饼，到时阵才看敢有厂抓掉。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即摆有日本媒体曝光，郭台铭准备要伫参选总统，而且中秋了后伊会去登记。不过郭台铭这边是丁清讲，其实郭台铭也未做最后的决定。现场机海飘扬，高雄市长韩国瑜配合上报甲新北市三重埔办造势暗会，因为今日发行抓风波，换路的声音报道完，韩国瑜中道出席国民党新北市东部便当会时强调，家己毋是圣人，有真济欠点，若讲被听完，就是中了对手拳头。 当那个乌云整个把天空跟太阳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准备选举赢得胜利了。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的时候，那就怎样？我们已经离失败越来越近了。
韩国瑜除了要求管城市，也爱面对南亚整合困境。根据日经新闻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头一摆表态，正在准备参选总统，传出中秋节后就会起登记申请。韩国瑜配合也告郭台铭发积地，板桥朱慧中参拜，被解读是慢跳卡的意思。也不过韩国瑜否认。回到我自己从小生长的板桥，所以来慈惠宫拜拜，没有跟谁连苗头的意思。团结未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郭台铭先生也说，其实做任何一样决定，他必须要谨慎去思考。那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好，只差决定这一步的话，那的确再给他多一点时间。今日选2020郭台铭定下有关无明确的答案，只强调9月17号前会有最后决定。也不过传出已经在为参选准备，可能由前行政院长王金平协助在北中南党设立竞选办公室。那正式宣布，现在还没有宣布就事情还没有成真两个要怎么合作？那看看后面怎么演变嘛。王金平甲郭台铭敢会合作？双方都无讲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配合对郭台铭参选的消息是讲，选总统只有一个人，无可能让每一个人去选。强调也在做努力，对国民党整合议员抱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示威昨下晡有游行，部分的示威者是破坏港铁甲周边的设施，也有人放火。警方在站7点外强硬清场，也有放催泪弹，冲突是一直到今日半暝半才散去。示威的民众甲警方弹出来的催泪弹，搁再弹倒转去，车白暗时警民冲突也搁咧拖。因为防暴警察伫咧车白下晡中环地铁站以用镭射笔指警察为理由，甲穿乌衫的民众抓起来，引发争议。有示威者伫咧中环站的出口放物件、放火，企图阻挡站内警察出来。有的是甲路面的交通设施公共破坏。为中环一直到铜锣湾、太子，拢有民众伫咧真侪所在破坏公用设施。暗时9点半左右，警察呼吁伫咧围观的市民，叫因紧离开，而且提醒示威者讲，因即阵当伫咧参与非法的集结，然后就强势清场。防暴警察开始弹催泪弹，而且沿弥敦道的方向向旺角一直咧弹催泪弹，连条要散去。不过到暗时11点外，示威的民众是搁一个组织，向港旺角警署内的警察发射至少6发的布袋弹，其中一个穿反光衫的女急救员，敢若是因为卡着枪，紧离开现场。因应雄雄发生的状况，香港地铁站表示，经过风险评估，旺角站、太子站、湾仔站，也有中环站4个站拢关起来。其中中环站的设施被损害的情况上严重。香港警察也展开扩大清场，无论示威的群众或者是一般的市民，拢会斟酌去防搜查，行为是几落届受争议。若冲突是一直到初九透早1点外，人潮才豆豆散去。另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初八伫咧香港要离境的时阵，去防疫违反保释条件为理由掠走。黄之锋表示，这可能是保释内容内面有重大造成的，初九透早应该会使强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也在继续，昨下晡香港人冒去美国的领事馆请愿。另外，美国的国防部长这次是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对处理香港问题爱有责任。香港反送中示威者背后举着美国国旗，甲唱着美国国歌，对中环的左大花园要一路行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不过游行时阵下晡2点半才开始，有人提早就出来游行。香港警方这摆无强硬驱离，只是好好口劝。聽取警方嘅指示，由我哋去安排，俾我講埋先。由我哋去安排，確保大家係可以安全。有示威者控訴，這3個月來，示威者受到警方的暴力，所以因支持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加民主法案》，就出來對中國當局施加壓力。Hong Kong protesters welcome the passing of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2019。最後遊行隊伍來到終點，並且向美國領事館代表遞交請願批。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希望美方介入。美國國防部長馬慶艾斯培7號甲法國國防部長在巴黎舉行聯合記者會時陣，也公開呼籲中國應該對香港問題自我克制。And I think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ould obviously urge restraint and not to act and to kind of sit down and talk with the protesters and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That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马庆安苏培前一天在英国智库发表演说时，讲家己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阵，人就伫香港。伊质疑中国方面敢有遵守当初一国两制所讲的话呢？伫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6号是伫美国华盛顿一场中秋节庆祝活动，搁再讲中国推动一国两制坚定立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东方之珠本来就属于中华民族。崔天凯强调，香港回归中国20年来，正面临上界严峻的局面。伊讲，某一寡局势想要将香港变样乱，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绝对袂予这种假冒来成功。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来咱台湾访问的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峰，传出3分早起在香港机场封抓起来。另外，香港反送中的运动，警方的执法伤过头、伤过分，几啊届拢受到质疑。昨昏第7月1日，元朗冲突内底受伤的人，即马拍算咧控告香港警方。7号深夜，旺角警署外口路边的火一直烧起来，现场有警方抓到长枪指向示威者，也有一个少年被拍到头壳飞擦流。因为示威者报案8月31日天，香港警察伫太子站的强势作为，以及有人质疑迄暗有3位示威者无派人疑似被失踪，所以到旺角警署加做地铁站去抗议。反送中运动以来，警民冲突不断，警方执法也抓来民怨。其中7月2暗时，元朗发生穿白衫的人抓着棍仔，看到人就攻击事件。民主党议员是带着迄暗受伤的市民，指控警方涉嫌来暗砍这穿白衫的人，欠市民一个交代。一个云林人想到当時也是感覺真恐怖。咁跟住就好驚，上到去唔知點算，想走又走唔到。係被啲黑社會分子無差別長時間咁去襲擊。我哋希望揾到呢個事實嘅真相。第二樣嘢唔單止係道歉，我哋民事索償去控告相關嘅警務人員唔履行職務，導致我哋咁多傷者身心受創。民主黨甲至少7名受傷的人決定向警務處處長提出刑事賠償，並且希望查出迄暗警力部署的真實狀況來討回公道。嚴格對著警方執法問題，香港警力發揮主席是認為未指責警員使用武力，並且以法國唔甲運動的死亡人數甲反送中做比較。從國際上同其他嘅呢個警隊比較，香港嘅警隊咧係克制嘅。係有專業嘅水平嘅。黃背心運動係死人嘅喎，佢死咗超過10個人嘅喎。反送中抗爭到即陣，儘管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例，示威者也繼續追究警方責任。而香港兩記者協會也發出聲明，針對拜六暗時警方在庫里過程對記者直接噴胡椒水、主動採訪來強烈譴責。記者綜合報道。今年初喺屏東嘅台灣燈會無人機嘅表演，互學了界得知。南投嘅玻璃國中有一群學生囡仔，因家己寫燈飾，控制無人機，設計一場55台無人機嘅表演，嘛真精彩，做伙來看。55台無人機佇空中咧飛，對着音樂變換燈光甲隊形。南投玻璃國中的學生正認真咧顧場。這場表演是學生家己用電腦的語言來寫程式操作這個無人機。玻璃國中科技教育為細漢教起，學生哪做哪學，完成一場精彩的表演。用電腦寫程式，然後去控制所有55台的飛機。我學到如何去操控這些飛機，一些飛機起飛的原理。他們是專業表演，可是這個我們是在國中階段，是在培養這些基本的人才。今年流行的自造是鼓勵大家家己動手來改造生活科技，培養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創意的來運用科技的產品。校長表示，這個基地有6大主題教室，要培養囡仔科學思考的能力。Maker 夢工廠、數位製造、新興科技、特力屋，還有智慧科技基地，那等等，總有6間教室，是要透過這些做中學、做思考科技的思考，
让我们的培养的孩子都能够提早接触。一个由教育部所补助成立的保利自助教育甲科技中心，开500万打造，未来会正做是在地各中各小推动科技教育的中心。唔但要提供学生各种的科技课程，来用来培养科技教育的师资。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梅山的太兴村，当年伫中秋的这阵啊，拢有渡鸟会飞过，逐天有正万只渡鸟飞过，场面真大。所以阿里山卖趁这个时阵推出秋季茶会。顺着气流伫天顶生可能，嘉义县梅山太兴这个所在，颜色开到白露这段时间，黄头羚就会飞经过这，而且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当地人叫做是红红黑。所以黄头羚飞过这的时阵，都万灵雕凤的特殊画面。每一种鸟的迁徙路径不一样，我们真的也没办法确切的了解它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会经过这个地方。就是说这边这个山谷有一个对流，他们在飞的时候比较轻松。太兴村这个时间，除了黄头羚飞过以外，边仔阿庙溪水枪车嘛，因为阿管厝甲边仔的步道建设完成。所以嘛，互民众有机会会当看到10外个水枪车所组成的奇景，甚至阿管厝嘛利用这个环境，要来举办秋季的泡茶活动。伊的步道特别就是伫阿月溪有无？这有故事，佫一点就讲本身迄个恢复咱本身看的都像咱的大量的九寨沟的形状，所以自然非常的美丽。我们的四季茶旅，其中秋季的秋季茶会，主场就是在太兴，跟圆潭。那我们在秋季呢，我们主打的这个品茗的情境呢，是品茗在野溪畔，所以我们有官铺茶席，我们有非铺茶席。教育表示，照过去的经验，9月中以后是看黄头羚同好的时机，出现的时间嘛是伫下晡4点到6点同齐。村长嘛讲，这的自然环境是因珍贵的资产，透过生态观光的推广，希望会因为太兴创造在地产业的发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真侪人爱鸟啊，亲像伫咧台中的玉德里，就有一间专门的莺歌大寿礼馆。头家爱莺歌，甚至帮莺歌开一场音乐会，邀请乐团甲莺歌做伙表演。洗衫款，咱做伙来听看卖。好听的音乐表演，互民众拢听甲真入心。真足一看有莺歌徛伫演奏者的肩胛头，对帮寮顶动身躯。原来这是一场专门办互莺歌听的音乐会。因为鹦鹉它们的发声构造跟乐器共鸣的结构蛮像的，所以他们听到乐器演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像是乐器在跟他们对话，他们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心情很愉悦。伫台中玉德里有一间互莺歌大的旅社，头家爱莺歌爱甲凄迷，甚至阁替因办音乐会，邀请乐团来表演互莺歌听。业者讲，安尼会当互莺歌心情放轻松，毋但心色阁趣味，主人嘛感觉真欢喜。我们家养了3只鹦鹉，然后后来就是在练琴的时候发现，他们有的会跟着节奏会打拍子，然后有一些是你所以有节奏，它会跟着节奏晃。然后有一只它会唱歌，其实它会呜唱歌，然后就发现他们是喜欢听音乐的。演奏到比较强烈或快速的片段，然后它就会摇摆得很激烈这样子，然后比较缓和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缓慢这样子移动，它就是会跟着节拍，然后跟着乐曲的波动，然后来表达，用它的身体来表达它的感受这样子，所以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莺歌的体重差不多甲2岁到7岁的囡仔同款，因毋但会对节奏摇来摇，有当阵嘛会对音乐唱歌。这场音乐会就亲像用音乐甲莺歌开讲，毋但特别嘛，互主人的心内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当时的葱头生产量占台湾的1/4。为了照顾地方的农民，当时厝有业者成立果菜合作社，替农民斗卖，希望靠包装甲行销，互咱全台湾拢知影云林的葱头有够赞。一粒一粒拄采收转来的葱头，伫咧运输大顶悬练来练，这拢是云林当时厝的农民甲果菜生产合作社契作的葱头。葱头转来到合作社了后，就要经过严格的体检，安尼才有法度维持品质，提高利润。我们从田区回来呢，会先做第一次的初选，
然后等要到出货之前，会做第2次的精选，才能够维持最好的品质。那在市场上才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价格，那进而把这些利润呢与我们的契作农民来做分享。种洋葱种10几年了，10几年迄阵咧，价家咧种迄阵拢无啥介稳定啦，价钱无稳定啦。种到这中间参与调药配药了，较稳定成了，我就开始种较多啦。每年拢参配药，阮参调了安尼啦，调了，我心内较有安心。东市厝生产的葱头产量占台湾的1/4。高菜合作社除了协助农民销售以外，也到培育葱头育苗，为了保持栽仔的健康，因会把栽仔刷到温室，为源头开始顾。我们一般育苗都会在户外，就像这样子搭设青网，会选择在温室里面育苗。一来是确保我们种苗的品质，二来是让农民有个健康的种苗来做种植，来培育出更漂亮的洋葱。地方业者把资源投入地方，透过契作，甲农民做伙甲分林在地农产行销出去，打造双赢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做传统的肥料成本较悬，而且臭毛毛，有垃圾水问题。中年年由厂长朴树找到新方法，透过环保的酵素发菌转做肥料，这套技术最近有吸引海内外3亿的投资。由中央研究院杨秋中院士带领团队所开的环保酵素工厂，宣布正式启用。用樽若要做肥，用有机的废弃物掺微生物，通常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分解甲处理。这阵杨秋中研发出全球唯一创新酵素配方的技术，伊向大家分享这项技术的秘方。是利用酵素不是用微生物。微生物的技术就是太慢，因为它要繁殖。繁殖就是细胞分裂太慢，我们要把这个酵素提炼出来，直接反应，所以它是一个直接的作用的，就像飞弹直接打的意思，不要靠军人派军人的概念。用特定的酵素甲有机废弃物做伙进行反应，做成有机肥，只要3点钟的时间就会使完全分解，而且过程袂产生废水，袂有臭味，成本只需要传统做肥的1半。这项技术由科技部计创计划对外募资成功，吸引海内外的厂商投资3亿。这阵已经伫台中的工业区设立新的厂房，未来商机看好会到72亿。这个部分对整个农业政策帮助非常大，因为它把整个本来是废弃物的，那可以再利用处理，创造更高的价值。而且这样的一个废弃物处理完之后的有机肥料再回到土壤，又对地力有帮助，所以农委会这边呢会全力的来协助。过去若讲到野肥，真侪农友是拢注重量，无注重品质。这阵用环保酵素做成的有机肥技术，符合永续环保的精神，也成功吸引袂少厂商来投资。记者综合报道。拳头母会当相拍，嘛会当拼家己的未来。伫新北市的三甲梁文波有一阵社工甲教练，因创一队教原住民的囡仔拍无胜句，透过这运动，互这阵原住民的囡仔拍出家己的未来，让这套囡仔变国手。脚步正灵活，拍拳的节奏嘛正流利。新北市三甲的龙吟埔国体有一阵都市原住民的青少年囡仔，因身躯顶排着刻板印象的负面条啊。社工和教练伫社区创立职员拳击队，甲这囡仔为街头带转来学校，才培育出真侪位优秀的选手、国手。把他们原本的活力，就是不要搞破坏啊，那个闯祸之类的。拳击它在台上是有规则，不像跟打架一样，而且2个人在对峙的时候会很花脑力。他们很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要去跟一些老经验的选手去进行擂台上面的交流，其实不简单。而且他们都很勇敢的去做出每一个拳法。台湾拳击队的囡仔，毋但伫社区咧练，因正侪人嘛加入三甲国中拳击校队，因甲原本无所在他去的力量用来练搏胜句，透过体育管道步上高中，用拳头母开一条未来的路。一般来说，有很多的学生，像原住民的学生，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
然后就借由一个管道让他升学，让他比赛，让他自己有发光发热的地方。创立日元拳击队的罗欧协会，伫咧社区10年的经营，陪伴100位少年囡仔，因望会当继续陪伴部落的囡仔大汉。应该十几个孩子，他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被放弃，可能是流浪。那可是这个陪伴，让他们有力量继续往前走。社工和学校做伙，甲这都市原住民的囡仔接调咧，互原本因为经济也是家庭可能无法度读册的囡仔，会当继续升高中、大学。虽然因为政策改变，日元拳击队险啊就无法度维持，不过近来民众的小额捐款，互因有法度继续想办法来陪伴这囡仔的成长。记者尤怡珍新北市报道。刀仔鱼、刀仔笋即马真受少年家喜意，咱来看一款台语的刀仔笋。你是5个想要学台语、想要讲台语，煞讲无啥认同的少年家发明的。要安那算，要安那医，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咱做伙来算。全世界头一个台语刀仔笋要完成规套的游戏设计，团队用2-3年的时间，经过真侪版本的修改，不断试算、听建议，才来完成一套游戏。比如说角色技能更明显，然后还有你可以选择的东西有差别，像是因为这个是有人跟我们反映说，哪一个东西可能很容易搞混，所以我们再重新更新之后才上市。除了游戏本身的设计概念以外，因为是用台语来算刀仔笋，所以伫人物设计以及包装嘛，拢有特别加入台湾味。后来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它那个小猪的帽子刚好是红色、蓝色跟绿色，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想到，那其实台湾传统的非常就是庶民时尚的一个这个咖喱杯啊，刚好就是这3个颜色，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凑巧。团队一步一步将原本伫头壳的想法变成实际成品推出，过程当中嘛捌拄过有人无看好，感觉因一定会失败。不过这群学生真有自信，一定会做出成功的刀仔笋。因为迄个时阵，我会甲阮的提案互老师看啊。迄个时阵有3-4个老师，都一个老师讲，你这一定会失败啦。我那个老师，阮的募资就成功的呢，多谢你当年啊，你甲阮建议啊，阮都有听落啊，你个修正阮的刀仔笋变甲如何算。因为发现现在人愈来愈袂晓讲台语，所以推出全球头一款台语刀仔笋，创造大家轻松讲台语的环境，用少年人的方式，希望会当互这个语言永远流传落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这2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力增强，天气拢较稳定。各地大部分是多云的天气，只有南部、东南部偏乌，有局部短暂阵雨。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